個獎項嘅肯定，但係用一個獎項去肯定一個好演員，可能就係最簡單直接嘅方法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你攞金馬影后嗰套戲咧就係《狼心如鐵》啦。其實你呢套算唔算係你嘅代表作咧？俾你哋一般嘅觀眾或者一般人成家嚟咧，有幾部戲咧，《龍虎風雲》啊，《狼心如鐵》啊，或者即係甚至開心嘅十四觀啊，呢啲都即係呢啲戲不斷有時喺電視都有重播，同埋即係屬於係比較話題性嘅，即係特別啲人係注意啲嘅戲咯。《狼心如鐵》攞咗金馬影后啦。吳嘉莉。其實你有冇諗過自己會攞獎？同嗰年咧，我有幾部戲，一個就《天長地久》，做一個電影大亨後側邊嘅女人，新不了情。我做過廟街歌女啦。我知道，但係嗰個係你提名最佳女配角啫嘛。反而我諗評判時俾嗰個印象翻係好好，我覺得係。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憑一部狼心如鐵去攞金馬，其實個機會率係唔高，因為嗰套戲唔屬於係大製作。我哋嗰時唔知道金馬獎中唔中意呢啲類咁嘅題材奇案，即係嗰時係奇案片啦，叫做。Billy，一日都係你，成日叫我讓下佢。唔得㗎！整廢柴。我攞嗰個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因為可能同期啲評判係睇到其他唔同嘅表現，有個印象。因為嗰時最大熱門嗰時阿靚靚嘛，新不了情，就個個都係話阿靚靚攞噶嘛。但唔緊要話阿靚靚喺台灣攞唔到，喺香港攞咗。咁我覺得真係即係我同靚靚嗰時。拍新嗰陣時都好熟噶嘛，我覺得即係冇話哎呀攞金馬獎好似個敵人，我哋冇反而。你就覺得自己都係冇信心攞㗎啦？你會唔會都冇諗定要講啲咩㗎？你上台你要講謝詞㗎嘛？嗰部戲屬於係弱勢添啊，咁當宣